今日要導讀嘅書呢係 Morgan Housel 嘅《致富心態》。呢本書嘅核心信息呢係金錢唔係一個數學問題，而係一個行為問題。好多人並非因為缺乏知識而失敗，而係因為冇能夠控制自己嘅情緒同習慣。跟住落嚟啦，我會按照書本嘅章節，一步步帶你行過作者嘅觀點與故事。第一章，冇人係瘋子。喺金錢世界裏邊，冇人係瘋子。每個人嘅理財選擇都係根據佢自己嘅經歷同生活背景所做出嘅合理判斷。作者解釋話，金錢觀念並唔係透過數學公式得嚟嘅，而係透過親身體驗建立嘅。如果一個人從小生活喺經濟困窘嘅環境裏邊，佢自然會傾向保守，害怕風險；而另一個人喺股市繁榮嘅年代長大，就會認為投資股票係再正常不過嘅事。書入邊舉例啦。經歷過1930年代大蕭條嘅人，往往對銀行充滿唔信任，甚至一生都將錢存在屋企。咁嘅行為呢，喺今日嘅人眼裏面睇嚟好極端，但喺當時嘅背景底下呢，卻完全合理。相反地，經歷1980年代美國股市長期上升嘅人，則會認為將錢放進股市係一個安全嘅選擇。因此，所謂嘅正確理財方式，其實並唔存在唯一答案。每個人根據唔同嘅時代背景同個人經歷，發展出唔同嘅金錢哲學。咁呢個亦都係點解我哋成日覺得人哋嘅行為不可思議，甚至覺得對方係瘋子，但係實際上嗰正係因為我哋同佢行過嘅路唔同。作者要傳達嘅觀點係唔好急住評斷人哋財務決策，因為喺唔同嘅經歷之下，每個人都喺度做出對自己當下合理嘅選擇。第二章，幸運與風險。喺財富嘅世界裏邊，成功與失敗往往唔係單純由努力決定嘅，好多結果其實係幸運與風險嘅交織。咁啊，作者咧舉咗 Bill Gates 嘅例子。Bill Gates 之所以能夠成為微軟嘅創辦人，並唔係因為佢單純比人哋聰明，而係因為佢有一個極為罕見嘅機會。喺1968年，美國只有極少數高中能夠提供學生接觸電腦嘅環境，而 Bill Gates 剛好就讀於其中之一。咁讓佢喺青少年時期就能夠長時間練習程式設計，奠定咗後來創業嘅基礎。咁係一種幸運。但係喺同一所學校裏邊呢，亦都有另一位同學咧，同 Bill Gates 一樣咧，熱愛電腦噶，亦都具備相當嘅天賦啦。只係佢喺一次意外中去世，從此冇人再聽過佢嘅名。呢個就係風險。咁呢個對比咧，強烈咁提醒我哋啦。成功咧就係唔能夠完全歸功於努力啦與能力啦，因為咧其中成日夾雜住好運啦，而失敗亦都唔能夠全部怪罪於個人嘅不足，因為衰運隨時可能降臨。作者進一步指出，金融市場中嘅表現亦都係如此。有啲人因為運氣好，咁啱好喺低啲進場，而最終賺得豐厚回報。另一啲人呢，即使再謹慎呢，亦都可能因為突如其來嘅黑天鵝事件呢，而蒙受重大損失。因此，對於財富，我哋應該保持謙遜。成功嘅時候唔好過度驕傲，因為幸運喺其中扮演咗好大嘅角色。同時，亦都要保持謹慎，因為風險永遠存在，冇人能夠永遠掌握局勢。作者想話俾我哋嘅結論之係，幸運與風險都係冇辦法避免嘅。我哋所能做嘅就係喺承認佢哋存在嘅同時，俾自己嘅決策盡可能穩健。第三章呢，永遠唔嫌夠。人類最大嘅財務陷阱之一就係永遠覺得唔夠。書中提到一個知名嘅例子，對沖基金經理 Rajat Gupta。出身貧困，努力工作，最後進入哈佛，並成為麥肯錫嘅執行長。佢已經企喺人生嘅巔峰，擁有咗權力、明星同埋財富，但係佢仍舊想要更多。佢後來涉入內線交易，只為咗獲取額外嘅財富，結果東窗事發，被判刑入獄，失去咗多年累積嘅名譽同一切成就。呢個故事凸顯咗一個核心問題，冇夠嘅概念會俾人永遠唔滿足，並且走向毀滅。作者提醒我哋，追求財富本身並唔係錯誤，錯誤在於當你冇辦法定義足夠嘅時候，貪婪就會不斷擴張，最終吞噬掉你原本嘅成果。喺財務世界入面，最危險嘅心態唔係太少，
而係太多仲想要更多。真正嘅智慧係識得設下界限，知道幾時已經足夠，並且守住佢。結論係財富嘅目標唔係無止境地增加，而係揾到足夠並且堅守佢。第4章，複利嘅魔法。本章討論嘅係財富最強大嘅力量之一，複利。作者指出，好多人誤解財富嘅來源，認為係高投資報酬率，但係實際上決定性因素係時間。巴菲特就係最好嘅例子。巴菲特之所以成為世上最富有嘅投資人之一，唔只係因為佢擅長選股，而係因為佢喺非常年輕嘅時候就開始投資，並且持續咗超過75年。作者計算過，如果巴菲特唔係喺10幾歲開始投資，而係喺30歲先至開始，咁佢嘅財富規模將會縮細到而家嘅極少部分。咁呢個話俾我哋知，複利嘅威力唔在於回報率嘅高低，而在於時間嘅長度。另一個常見嘅誤解咧，係啲人咧係過度專注於短期波動，而忽略咗長期累積。好多人咧因為短期市場下跌就過早退出，結果咧失去咗複利真正嘅力量。作者嘅總結咧係複利係財富嘅魔法，但係佢需要耐心與時間。最重要嘅唔係揾到最快嘅捷徑，而係堅持夠耐。第5章。致富 vs 首富，作者喺呢章提出一個重要嘅對比啦。致富靠冒險，首富靠保守。好多人能夠賺到錢，但好少人能夠守住錢嘅。呢個係因為賺錢需要勇氣同冒險精神，而守錢則需要謹慎同謙遜。書中舉例啦，好多投資人呢就憑借高風險投資獲得巨大嘅收益，但係最後呢因為繼續高槓桿操作呢而破產。佢哋冇意識到成功嘅策略唔一定適合永遠使用。另一方面呢，有啲富裕嘅家庭咧能夠代代相傳啦，原因並唔係因為佢哋投資報酬率特別高啦，而係因為佢哋識得守成，避免不必要嘅風險。作者嚟到提醒我哋啦，致富需要樂觀，敢於下注；首富需要悲觀，隨時假設最壞嘅情況。結論係財富嘅長久唔在於一次性嘅成功，而在於同時具備致富嘅勇氣同首富嘅謹慎。第6章，自由嘅價值。喺作者睇嚟，真正嘅財富唔係金錢本身，而係自由。好多人追逐金錢，以為係為咗奢侈品同高級生活，但係實際上，當你仔細觀察，啲人最渴望嘅係時間嘅自主權。書中指出，能夠決定自己幾時起身，係咪要接某份工作，要唔要同某個人合作，呢種自由嘅價值遠遠超過物質帶嚟嘅快樂。作者舉例，好多人即使收入好高，但係如果佢哋每日俾工作與壓力捆綁，實際上並唔比收入中等但係時間自由嘅人快樂。咁呢一章嘅重點咧，在於金錢最大嘅用途咧，唔係買更多嘢，而係買翻對自己生活嘅掌控。真正嘅財富咧，就係能夠話我想點安排時間就點安排。第7章比較深係陷阱。本章傾嘅係一個普遍卻致命嘅問題，比較。啲人成日覺得自己唔夠富有，並唔係因為真係貧窮，而係因為睇見人哋比自己更多。咁書中舉例呢，一個年薪100萬嘅人啦，如果佢周圍嘅人都係年薪50萬呢，佢會覺得自己好成功。但係如果佢周圍嘅人都係1000萬年薪，佢就會覺得自己落後。呢種比較呢，就係俾人陷入無止境嘅追逐啦，因為總會有人比你更富有、更成功。作者提醒啊，真正嘅衡量標準唔應該係比人哋多幾多，而係咪已經足以支撐你想要嘅生活方式。咁唔係，如果唔跳脫比較遊戲咧，你永遠都唔會感到滿足。結論係比較深會俾你失去快樂，唯有定義自己嘅足夠，先至係真正嘅解脫。重點回顧，我哋快速整理下呢本書嘅核心觀點。1. 冇人係瘋子，每個人嘅金錢觀都嚟自自己嘅經歷。2. 幸運與風險，成功唔完全係努力，失敗亦都唔全係錯誤。3. 永遠唔嫌夠，如果冇定義足夠，貪婪會毀掉一切。4. 複利嘅魔法，時間比報酬率更加重要。5. 致富 vs 首富，致富靠冒險，首富靠保守。6. 自由嘅價值，真正嘅財富係時間與選擇權。7. 比較深係陷阱，停止比較，揾到自己嘅足夠。總結啦，致富心態要話俾我哋聽，唔係賺錢技巧，
而係金錢哲學。佢提醒我哋啦，財富咧就唔係一場嘅比賽，而係一場長期遊戲。贏得遊戲嘅方法唔係跑得最快，而係能夠跑得最耐。真正嘅財富咧，唔在於你有幾多錢，而在於你能唔能夠按照自己嘅方式生活。